各位老友記注意啦，掏空你身體嘅隱形殺手，可能就藏喺你日常嘅飲食入邊。你係咪成日覺得明明瞓夠都仲係周身冇力，去街市買餸嗰陣，對腳又使唔上力？每次羅驗新報告嗰陣咧，望住嗰滴不斷逼近紅線嘅三高指標咧，都覺得心驚肉跳噶啦。聽我講句勸，呢個唔係因為你老啦，係因為體內存在住大量發炎情況。慢性發炎咧，對我哋身體整體嘅健康狀況有住極其深遠而且極其巨大嘅負面影響。發炎現象本身其實係人體系統內部自動產生嘅一種自然免疫反應。呢種免疫反應對於我哋身體嘅防禦系統嚟講，有一種最為直接嘅保護作用。但係長期嘅慢性發炎狀態同極容易患上嘅多種現代都市疾病係息息相關嘅，即係通常被稱為三高嘅代謝綜合症，即係高血壓、高血糖同埋高血脂。此外仲包括糖尿病、心理層面上嘅抑鬱症、腦部嘅認知障礙症、各類同皮膚相關嘅慢性疾病，以及長期困擾好多人嘅暗瘡問題。今樣係日常嘅飲食入邊，我哋應該點樣去食多啲具有抗發炎功效嘅食物呢？今日就同大家詳細咁分享下，有邊啲具體嘅因素會增加身體發炎嘅機率，仲會向大家詳細介紹6種具有顯著抗發炎效果嘅天然食物。咁我哋點樣可以透過調整日常3餐嘅飲食結構嚟有效咁減少身體內部嘅慢性發炎反應呢？首先要搞清楚，需要盡量減少進食嘅食物有邊啲？呢啲食物會直接誘發體內嘅發炎反應。排喺第一位需要警惕嘅就係碳水化合物類食物，係我哋香港人嘅日常飲食習慣入邊，呢啲被過度加工嘅精製穀物真係好普遍。例如我哋每一餐正餐都會用嚟做主食嘅白飯，食早餐嗰陣成日會買個白麵包，仲有咧經過徹底精製加工嘅麵粉整成嘅各種麵食。喺呢啲精製麵食入邊，最典型嘅代表就包括咗我哋喺香港街頭茶餐廳成日食嘅米粉同埋河粉。呢啲食物係加工過程入邊流失咗抗氧化物同埋膳食纖維，入到人體之後好容易引起血糖快速飆升，所以就屬於極容易引起身體發炎嘅精製碳水化合物。需要引起警惕嘅第二大類係油膩嘅食物，平時係超級市場成日買嘅包裝餅乾、蛋糕、西餅，以及更多其他類型嘅商業化烘焙食品入邊，呢啲用咗廉價而且唔健康嘅氫化植物油嘅加工食物，大幅度增加身體長期發炎嘅風險。精製糖同埋高升糖指數麵粉導致血糖劇烈波動，長期誘發胰島素阻抗，顯著增加糖尿病同埋大肚腩風險。人造牛油喺酥油入邊嘅反式脂肪酸同埋飽和脂肪升高體內壞膽固醇，促進動脈粥樣硬化，增加冠心病、高血脂機率。糖分被口腔細菌分解，產酸腐蝕牙釉質，引發蛀牙。糖化反應破壞膠原蛋白，導致皮膚鬆弛啊、皺紋增多同埋加速衰老啊。過量果糖同熱量轉化為肝臟脂肪堆積，而引發非酒精性脂肪肝。缺乏膳食纖維咧，不利於腸道菌群平衡，可能加重便秘。咁到底有邊啲天然食物先算係真正符合科學定義嘅抗發炎食物呢？第一種被醫學界強烈推薦嘅抗發炎食物係番茄。番茄係成熟之後之所以有極其鮮豔明亮嘅紅色，係因為佢含有豐富維他命 A， 同時番茄內部大量含有嘅番茄紅素係一種抗氧化能力極其強嘅抗氧化劑，係大家平時1日3餐嘅日常廚房煮餸入邊
可以刻意煮多啲以新鮮番茄為主要核心食材嘅菜式，例如我哋非常之熟悉而且好容易整嘅番茄炒蛋，或者係透過長時間熬製出嚟嘅濃郁番茄湯。透過呢啲日常而且大眾化嘅菜式烹飪，能夠好好咁釋放並且吸收到番茄內部深層嘅抗發炎營養物質。第二個抗發炎食物係優質嘅橄欖油。地中海飲食係營養素嘅分佈比例上屬於一種單一嘅攝取大量脂肪嘅高脂肪飲食模式，但橄欖油入邊含有嘅油脂成分，全部都係屬於對人體血管同埋細胞膜有益嘅健康脂肪，所以呢啲健康嘅天然脂肪物質能夠極其有效咁幫助人體預防發炎反應。橄欖油入邊嘅油酸同植物固醇有助於降低壞膽固醇，同時維持或者提升好膽固醇，從而減輕動脈粥樣硬化風險。特級初榨橄欖油含有既多酚類物質，能夠促進血管舒張，對輕微血壓升高有一定幫助。入邊嘅刺激醛具有類似布洛芬嘅天然抗炎機制，長期適量食用有助於降低體內慢性發炎水平。維他命 E 同多酚能清除自由基，延緩細胞老化，對延緩皮膚衰老同維持關節健康有好處。第三方面，被極力推薦嘅食物係各類深綠色嘅蔬菜。一種蔬菜葉片嘅顏色越深，佢內部積聚同含有嘅微量元素營養價值就越豐富，包括咗我哋係街市常見嘅西蘭花、菠菜，以及近年嚟非常受關注嘅羽衣甘藍。深綠色嘅蔬菜內部細胞富含住極其豐富嘅各類基礎營養素同植化素，係進食呢啲蔬菜嗰陣需要採用最天然、最唔破壞其細胞結構嘅方式去食，例如直接將呢啲洗乾淨嘅蔬菜整成冇太多醬料嘅沙律嚟生食。雖然睇落非常簡單，而且顯得係味覺上有啲單調，係最天然嘅直接進食方式。第四大類抗發炎食物係各種堅果類。之所以能夠具備優秀嘅抗發炎，係因為果實內部蘊含有大量極其健康嘅植物脂肪成分。呢種健康嘅脂肪能夠保護心血管嘅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呢類常見嘅健康堅果品種包括左花生、營養豐富嘅腰果以及開心果等，係日常嘅。呢啲堅果可以直接被當作一種健康嘅替代性零食嚟食，取代果滴加工餅乾。除此之外，亦都可以係日常用電飯煲煮白飯嗰陣，係米水入邊加入一把生腰果一齊去煲，或者係直接係碗入邊加入一把混合堅果一齊食。第五種推薦嘅強效抗發炎食物係深海魚類。深海魚類相比於其他蛋白質來源嘅主要營養優勢在於含有極其大量嘅奧米加3脂肪酸。奧米加3脂肪酸被證明能夠非常有效咁降低血液入邊嘅發炎指標，全面促進大腦神經系統嘅健康發育同日常運作。而且呢種脂肪酸對於維持人體各個關節嘅潤滑同健康都係極其有幫助嘅。呢啲深海魚類嘅具體品種，例如三文魚、鳳尾魚以及鱈魚等，呢啲係香港各大超級市場比較常見而且非常容易買到嘅深海魚類品種。佢哋體內都有住濃度非常豐富嘅奧米加3脂肪酸，但係如果我哋要追求抗發炎效率，絕大多數含有最高濃度奧米加3健康脂肪嘅魚類群體，都係屬於生活喺深海環境嘅深海魚類。第六類推薦嘅天然抗發炎食物係新鮮嘅生果，特別值得喺度單獨一提嘅係士多啤梨以及藍莓呢一類體積比較細嘅漿果類生果。佢哋係研究數據入邊被證實
係對抗人類身體細胞嘅發炎反應方面係具備極高有效性嘅。咁所以建議大家係每天嘅膳食入邊咧都要固定安排進食新鮮生果。總而言之，將以上所有嘅客觀科學內容進行總結，推薦嘅呢6大類別天然抗發炎食物，係我哋每一個人家常買餸同埋入廚煮食嗰陣，都必須遵循一個最核心嘅原則，就係我哋必須要以食物係自然界入邊最原始狀態去進食佢哋。我哋係廚房處理食材嗰陣，要盡可能將食物嘅人工精製加工過程減少到最低限度。只有你堅定咁樣做，你先至能夠確保自己同家人嘅身體由呢滴日常食物入邊獲取完整效果。今日關於抗發炎飲食嘅客觀科學影片分享到呢度就全部完整結束啦。非常多謝大家抽出寶貴嘅時間睇呢條片。